第二部分，乜嘢係修會嘅神恩呢？簡單嚟講，就係話每個修會喺創立嘅時候，天主都會透過聖神賜俾創會者開創嘅靈感同埋特有嘅聖德。例如耶穌會，佢特別嘅神恩就係預顯主榮。呢個神恩同佢嘅創會者聖依納爵喺創會嘅時候所得到嘅靈感係息息相關嘅。當然，並非每個修會都好似耶穌會一樣咁清晰明朗，但係可以肯定咁話，每個修會如果係真正咁樣嚟自天主聖三嘅話，佢身上必定有佢獨特嘅創立神恩，亦都必定同天主嘅救贖計劃有關。天主透過耶穌基督所展現嘅救贖奧蹟係太豐富啦，而嚟自佢嘅修會亦都係多元嘅、多姿多彩嘅，冇一個係相同或者係複製嘅。縱然有啲修會之間有較特殊緊密嘅關係，因此每個修會無論係大小，佢哋都各自有自己獨特嘅創會神恩同埋靈修精神。呢個靈修精神係表現喺嗰個修會成員集體嘅聖德，或者喺佢哋嘅使徒工作上面。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嘅奉獻生活勸諭第36號，對呢一點有相關嘅清楚訓示。每一神恩都係特別為基督嘅某一點奧蹟作證。耶穌寶血女修會嘅開創神恩同集體聖德就係犧牲同修和。呢個神恩係生活嘅，喺唔同嘅時代，應該係以唔同嘅方式去回應當時當地嘅需要。因此，修會應該不斷咁樣分辨同埋去答覆時代嘅信號。例如，本會由開創嘅時期一直至到21世紀，經過多次嘅集體反思同分辨，揾出咗與弱小者同行係時代嘅迫切需要，亦配合本會嘅神恩，因而成為咗實踐本會神恩、犧牲與修和嘅核心同埋首要使命。但係呢一點並唔排除本會同時為非弱小者嘅需要服務。將來因着社會環境同埋教會嘅變化，可能要求我哋再深入分辨目前嘅迫切需要。但係無論如何，服務嘅需要可以因時勢而轉變，但係我哋創會嘅神恩係唔會改變嘅，更加係唔會消失。我哋而家係進入第3部分，寶血會嘅神恩同十字架靈修觀。寶血會嘅創會神恩同聖德咧，就係犧牲與修和。寶血會嘅修女同埋我哋嘅附屬成員，即係寶血之友咧，佢哋咧都係要專注咁樣咧，係修煉我哋特有嘅聖德。主要咧係為愛而犧牲，同埋咧係同一切嘅受造物，即係同天、同地、同人嘅修和。我哋稱呢種聖德嘅修煉叫做十字架靈修觀。咁點樣解釋咧？呢個靈修觀，我哋嘅修會嘅命名係寶血會。呢個名字嘅重點咧，好明顯咧，就喺呢個
血呢個字上邊。喺整部新約嘅聖經當中，我哋只可以呢係揾到喺耶穌苦難嘅記載當中呢，就見到耶穌流血呢件事。第一個地方呢，就係喺山園祈禱之中。喺對觀福音當中呢，路加係有以下嘅記載，佢話耶穌喺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佢嘅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呢個係喺路加福音第22章44節。呢滴血珠係意味住苦着佢必須要飲，苦路就喺呢度開始。加爾瓦略山上嘅十字架嘅影子已經投影喺耶穌身上，佢要開始佢嘅祭獻同埋犧牲，流盡佢最後嘅一滴血珠，為達到天地人之間嘅修和。十字架靈修觀嘅內容係好豐富，好豐富。十字架同受苦同埋被釘嘅耶穌係唔能夠分割嘅。冇咗被釘嘅耶穌，十字架只係一個刑具。十字架亦都同苦路係緊緊相連。因着十字架，耶穌曾經3次跌倒，係一次比一次沉重。耶穌係雙重乏力，疲憊不堪，冇辦法再背負十字架前行，需要基勒乃人西滿代佢背起呢個十字架，上山受刑。根據對觀福音路加嘅記載，西滿係一直咁背住耶穌嘅十字架，跟喺佢後面走，直到加爾瓦略山。西滿分擔耶穌嘅十字架呢一點，係路加福音獨有嘅資料，表示十字架的確好沉重，耶穌需要人去分擔，並且跟住佢走佢嘅苦路。聖經學家解釋咁話，呢一點係表示，如果要成為耶穌嘅門徒，必須要背住十字架，跟着佢走。中